继续关心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即马伫美国访问。伊伫美国的重头戏就是去布鲁金斯研究所发表演讲。伊提出3D 战略 ，AIT 经理事主席普瑞哲，也有华府地科的学者格莱伊，拢有对外表示会当理解侯友宜的想法甲论述。也若针对中国军机扰乱台湾，创下新关，侯友宜嘛向北京发话，要北京停止这款行为，唔通增加台湾人反感。 布鲁金斯研究员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何瑞恩、AIT 前理事主席卜瑞哲、华府地科学者格莱伊亲自迎接。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美国时间18日伫布鲁金斯研究院发表演讲，提出3D 战略协助智慧降低风险。卜瑞哲、格莱伊对谈会内容正保密，各已经了解侯友宜两华关系甲美台关系观点。I think that Mayor Ho heard very clearly what the interests and concerns of people on the American side were. I think he really conveyed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llenges that Taiwan poses and the work that has to be done not only by Taiwan but als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together. 在会议中，深受讲到九二共识。卜瑞哲讲，会议的内容未对外公布，不过双方拢有充分的交流。 罗森伯格亲自迎接侯友宜入去 AIT 总部举行闭门会议，会中罗森伯格依照犹太习俗送别一个宾州的苹果果酱给侯友宜。侯友宜把几多遍强调，两方就要透过对话降低风险，并问到伊甲对方有什么对话的基础。我过往跟大陆有两岸的合作打击犯罪，以及司法互治，所以用这些我过往的经验，彼此之间。 为大家取得互相的信任，能够继续的交流下去。公司记者美国华府采访报道。